小朋友，你哋喺新年有冇收到利是啊？當你哋打開紅當當嘅利是，見到入面閃靈靈嘅金錢時，有冇諗過點解過年要派利是呢？ HY Story。紅包的秘密。好耐好耐以前，中國有一條細細嘅村莊，住咗一班快樂嘅小朋友。每逢過年，佢哋最期待就係收到長輩送嘅利是。但你知唔知利是入面嘅金錢係點嚟呢？古時候，人們相信有一隻叫做祟嘅怪物，會喺除夕夜偷偷過嚟，摸摸小朋友嘅頭，令佢哋生病或者發噩夢。大家都好擔心。有一日，一位慈祥嘅老人諗到一個辦法，佢攞咗幾個閃靈靈嘅銅錢，用紅布包好，放喺小朋友嘅枕頭邊。當祟怪物走近嘅時候，銅錢閃閃發光，嚇走咗佢。小朋友繼續安樂地瞓覺，平平安安。由嗰陣開始，大家都學識咗呢個方法。每逢新年，長輩就會將錢放入利是送俾小朋友，祝福佢哋健康快樂。呢啲錢就叫做壓歲錢，意思係壓住祟，保護小朋友一整年。小朋友，你哋收到嘅利是唔淨係金錢，仲係一份愛同祝福。佢代表長輩希望你哋快快樂樂地成長，平安幸福。故事講完啦，多謝你嘅收睇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分享。聽聽音樂，放鬆心情，準備瞓覺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晚安。